you so much. Thank you。我把那个结束了，然后我把，主要是太长了那个，还有就是这个手机太烫了，网络不好，一直咔。然后换了一个我换了另外一个手机，这个手机现在这个手机充了80%的电，这个手机80%，90%不用充电。这个手机充电的话，你那个本来天气变热，这充电加到里面就更烫了。这个高温自动关机了，这个苹果不行了，苹果就没办法，这个温度控制太难了。下面我们开始做文艺部分。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开票路上到最后这样啊，然后我们开票，今天的第2天的第3天的。这里边好一点，因为休息了，太烫了。这边不是，别走了，或者30分钟，30不好了，真的很烫。这个是参加演出的，这个不是什么舞，反正有点熟悉的感觉。现在好了，哇，又卡了哇，又卡了。等一下，我现在是电信的啊，我用联通的。等一下。咱俩是哪块弄两公共证去？哦，可以。是哪弄去？他说文体局发，是他找文体局去。哎，这个直接电信了。这个只是电信的，我忘了，我这个手机，这个是最主要的一个。这个还有。我是不是要你这么远过来？这个叫什么？我知道，也看过这个，不是二王，它基本是以前藏戏一个演藏戏。但它服装有点像以前古代的那个唐装，宋朝，有点像那个啊。安慰你了。阿姆尼，这个是动漫的那个 cosplay 的，只是说要高级很多。跳不动了，要光动啥子？宝娃子，你不是在那边？啥子？啥子？你俺打球的哟！哎，你俺打球的啊？哎，他们是做不团的嘛？他把这个问题做的。我现在打。
119的车子。他们去哪儿了？坐第一排吧。这一大堆。Kirgis, вот тебе шага. Лови, по-моему, не было какая-то. На тебе шага. 好热，30多度。现在都戴了帽子，戴了帽子，准备个伞可以，把伞挂起。我看我车上有没有伞，我把相机折到。帮我们拍一张吧，我也过去，就这样拍。啊，这个天气也有。哇塞！啊，基本拍完了吧？还有些没完了，没事，只要能看到团队的。还有的是机会啊，还有2天，有2天。出来找地铁。要不要？我们家的舞品传得好嘞，我们经常在青藏高原东部边缘是杨凤池聚居的复兴地带。